女性朋友月經結束後咧，就要做好呢幾件事啦。我哋啲女性朋友啊，千祈要記得啊，喺月經結束之後咧，係我哋養血調經嘅黃金期。咁今日咧，周醫生教大家一招，如何喺呢個黃金期咧就養血調經。大家咧快啲 at 你嘅另一半出嚟學習下。都話咧，女人嘅一生係俾激素控制嘅。平時啊，雖然活潑快樂，但係咧一到月經期咧就脾氣上嚟啦，氣色差啦，唔中意講嘢啦，唔中意喐啦，又猛整啦，脾氣好暴躁啦，點樣氹都氹唔好。特別啊，係有啲女生咧，仲會有長期嘅月經不調，量少啦，顏色仲比較淡，而且咧喺情緒激動嘅時候咧，或者比較緊張嘅時期啊，乳房嘅脹痛咧會特別嘅明顯。咁經期咧仲時不時咧會有啲小血塊，其實呢個好可能咧就係你有氣滯血虛啦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味藥咧就比較對症啦，喺養血嘅同時咧仲可以調經利氣。呢隻藥咧就係臨床上咧比較常用嘅調經補血丸，佢特別適合啊嗰啲因為咧氣滯血虛導致嘅一啲月經不調面色無華啊，氣色差啊，以及經常會覺得乏力，唔中意喐，經期咧仲有小血塊嘅呢啲情形嘅，都可以用到佢嚟調理嘅。大家記低未呢？